接住下一個動作叫做沉食，睇住咯喎，前弓步上左步，隻手提起，咁樣提起佢，然後腰帶手落嚟，好似麻鷹撲雞咁啊！幫落嚟，隻手咁收過嚟，然後用腰落，再向後坐，打開，咁放翻落嚟嗱，有咗上第二步啦，重複做嚇，而家又係7步嚇，而家左右步落去，打開，我示範一次做慢啲嚇，第3步左睇住嚇，落嚟，重心後坐，腰帶手記得嚇，用腰嘅上落帶手第3步，好，第4步放翻落嚟，好啦，落，再落，上翻嚟，好，第5步沉食，呢個名稱叫沉食啊。咁呢個動作咩效咧？呢個大眼公鏈嘅重心之重嘅動作嘅啦，落時嘅收啲氣，撥啲氣灌落個下丹田度啦。落嗰時咧就排咗啲氣佢唔要，打開，然後再收地氣上嚟啦，收翻上嚟，意思係咁嚇。好啦，落時落去收好氣，灌俾自己下丹田，落翻去推翻啲氣唔要。再上嚟收翻氣，完成啦，第7步啦。好，又將好氣收翻去小腹嗰度，睇住啦，小腹。好啦，又一轉，一向後轉嘅時候咧，隻手要反轉，托住道氣。腳掌打開，180度啦，向後轉，睇住咯喎，最後。